大脑在想啥？大学科学家是真好奇。咱国内大学物理系、工科系个药理系几个教授，伫国科会支持开发出一套超高速的4D 的焊镜，脑部影像清楚度是比传统的仪器提升真侪。未来当协助医生将脑神经看甲愈明。 常常有人问你讲，你头脑咧受啥？这个问题困扰科学家几若世界。咱人的头脑记忆是对倒位来？脑安怎迷茫？为什么会受空受胖？为着要了解人对脑的疑问，伫国科会支持之下，成功开发出一套超高速的4D 显微镜，来看脑神经是安怎运作。这个研究就是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就是又能够看到很清楚、很大的面积。 然后又能够看到这个快速的变化。这套超高速4D 显微镜速度比传统的显微镜搁较紧9000倍，会当随掠着快速变化的神经活动，加上人工智慧的运算能力，影像对比的程度随提升10倍，让原本模糊看袂清楚的神经信号变甲明。姚理事教授讲，目前这个技术是用活体的鸟鼠来做实验，未来计划把这项技术用在人的身上。 我们可以借由在这种小动物的实验，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动物的像脑波，小脑就会有小脑波，那人就可以做脑波嘛，在头外贴电极，我们就可以做脑波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。国科会这届结合物理系、工科系、药理系教授，斗阵开发出这套技术。团队表示，这届合作唔但会当了解脑神经的运作 ，AI 运算嘛会当兼顾责任，跨界合作配合甲真斗大，突破性的研究成果，嘛替脑科学研究行出一条新的路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